高中教育会考成绩今仔日出来，5科拢 A， 而且写作6级分的有712个人。若中华报道家乡的考场有考生申诉，讲英语听力设备歹去，临时换机器放题目，这题目还未放煞咧，真声就咧等啊，影响到上尾3题。不过全国试务会说过，这个申诉无成立。会考的最后一科是考英文听力，不过报送机煞故障，监视人员改用备用的机器报送，剩最后3题时煞个雄雄共争。30多位伫北岛家乡考试的学生认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因做题目，提出申诉。因为钟声、还有广播，还有外面其他学校的学生的欢呼声，所以对我们造成影响，没有听清楚。考生和家长申诉，最后转送到全国试务会讨论。主委陈碧熙表示，英文听力本来就是设计听一届，因为是考试才会报送2届，只要其中1届清楚，就符合规定。监视人员的应变嘛无疏失，所以为着公平，这届申诉无成立。整个流程我们都去观察了考区的。就是考场的记录以及所有的这些监视的流程，那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违反我们所有的流程的疏失。台师大审测中心统计，今年有约19万名的考生，其中有712人摕到上高分的5A 写作6级分，占全部考生的0.38%。若5C 写作3级分以下的考生，有11496人，占5.55%。分析会考14年来的变化，国考正式的增加比例是提升，大加强的幅度是下降的。我们从过去11年来，数学跟社会科它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大的，分别下降了6.7跟7.7。那国文、英语跟自然科的话也是下降。成绩单初7会寄出去，审测中心嘛公布全国的统计数据。予考生会当了解家己的成绩是落伫咧什么程度，搁再参考招生区提供的积分甲落点，会当愈清楚要填什么志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